因为海洋暖化，全球的珊瑚拢面对大规模白化危机哦。来看荷兰有一间动物园，就伫大水族箱来保存特别绝种的珊瑚。另外，澳洲的猩猩徛鹅嘛，因为气候暖化，族群是减少真侪哦。即马有科学家佮志工，希望讲来帮助因来适应环境。 澳洲正多到过史上上热热天，高温雨寒带动物徛牛愈来愈歹活。统计显示，过去10年，这岛的徛牛已经少300多只，只剩2成。搁热落去，恐惊真紧就会灭绝。徛牛岛原本就适合人工造就的箱仔，部分已经真旧啊。新的箱仔加强抗温，搁有通风口甲双层玻璃壁面，因互箱内温度比徛牛家己做的收，搁加8度，希望帮助因适应环境变化。 互徛牛岛的名声继续维持，保护徛牛用做秀的箱仔，保护濒危珊瑚有诺亚方舟。荷兰博格斯动物园的水族馆最近迎接2宗实验室培育的濒危珊瑚，分别是印度太平洋海域的鹿角珊瑚、加加德文珊瑚。长水人员真细致将因放伫800万公升的真大水族箱内底。 Yeah, this is the first project where we started to keep these corals with a known origin. So as we know exactly where they're coming from,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placed back into the wild on degraded reefs, for example. 珊瑚岛是提供海洋生物大所在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减缓侵蚀的重要生态系统。误会杂识，互真济国家观光旅游业赚真济钱。不过，地球暖化造成海洋温度连续17个月创新高。世界3大洋的珊瑚大群已经是第4摆大规模白化，阻止暖化改变气候变迁，要更加积极的行动。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。